人生的价值因来因多样，请同做人辛苦、做人家的、做人爱业嘅角色做好，已經無法度滿足許多社會人呢。越來越多新出名姊妹勇敢追求自家嘅夢想，尋到做得展現本地嘅舞台。有人做林長，關心鄉親，同社區服務；有人撲天師、撲天陽，做出各種人生；有人替立法院移民署跑去跑轉，而同新出名姊妹聽證強熱。希望有認真替台灣生活的疑難乃就有，聽下來看疑難的故事。像台湾人就很好客啊，多米尼加人也是很好客啊，就是不管是谁来我们家啊，我们有什么东西，就是会啊来坐。台湾人也是一样。睇做下無限恼茶嘅成樣，係對東面而家嫁來台灣嘅女兒時，而唔單止嗰位做事，就連伊老公家鄉閩南嘅傳統客家菜，未抗唔滿意。菜咯，係客家油飯，帶小酒雞，麻油雞啦，帶紅咖喱菜，冬瓜嘅。佢好做事嘅女兒時，佢廚前嘅學做台灣菜，一下還有變結廚師執照。就是覺得這是一個樂趣，你知道嗎？啊，我對廚房，我對煮菜，就是我可能每天24小時在想說，可能看到一道菜，可能覺得看到它，說哎可以改變怎樣啊？就是這個是我每天都想的事。女兒是佢發跳有關熱心同人特殊嘅現象，連台北市中正區東門里長每幾天推薦佢來做第16年連長，喺台北市頭一個外國5連長。當連長有2年了，2年多一點了。對，里長是說我們在這個社區啊，我們要是關懷老人家，我們要注意我們在這個就是安全，就是晚上我們就會巡邏啊。我們在這邊，我們就是這2個眼睛要注意的地方啊，對啊。瓦斯都沒有關，就會看一下那個瓦斯沒有關，我就來趕快關起來。安普時條順路開會，也係關懷社區老人家。做連長嘅女兒時，路做到在萬鄉，伊老公王市長看到佢團長加勒比海日頭用嘅營業錢，用來關心台灣野地土地，見講其實當初沒冇想過會有野嘢。我即個嘛咩唔多啊，咩唔多講我要嘢就會拖我嘅嘢，所以講碌下人啊，跟我同學啊、朋友啊，講王市長抬你我嘅嘢啦，頭腦冇黃色的，面子冇相同嘅，他有幾好吃啊，叫嘅包括到今日為止，所以個親戚朋友所有熟識的來講，對伊印象有幾深。本人印象最深的新出名還有佢許雅琴，佢提前穿插紅3萬坑，而團新出名姊妹聽證權利，伊係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，對泰國嫁來台灣15年呢。2003年，南洋台灣姊妹會成立，伊就加入做沙嘢，還參加為亞生人頭一擺嘅介入抗議。今年政府按算愛成立移民署，無編制女嘅人員，才有75%按個陸係警察的，也有姊妹吃到個採購，
一旦有唔係要做查嘛嘅，讓我警察嚟來干咯。嗰所嘅聽用抗議來表態訴求。那時候我們大家都一起討論出去走上街頭，那是第一次的經驗。然後那時候因為我是比較會說話，也比較膽子比較大一點，然後就是大家都派我去發言。後來就是我們去抗議過之後，移民署就沒成立了。那個過程當中會有一種覺得有成功的幾率，然後會覺得自己站出來為自己說話是有意義的。就安呢對頭一場抗議起事，許雅青對南洋台灣姊妹會會員理事長都也下為執行秘書，規路嘅帶動安多姊妹來爭權益，沒建設韓國島、韓國法。其實我也受到很多的幫助，沒有這個團體，其實我不曉得我會是怎麼樣子的生活。那有這樣的一個團體，就是給我很多的機會去學習，甚至我從來沒有出過國，來到姐妹會過之後，我去過非常多的國家，因為這個團體給我的機會，然後給我去日本、香港、菲律賓、韓國等等。就是去學習別的人、別的團體，他們在做哪一些事情。 Kita bekerja di sini sangat mendatangkan keberuntungan. Andaikan dapat majikan yang tidak baik. 頭一擺做戲錄用用雅子咪也出戲，得到金鐘獎，年年劇集主角嘅莫愛芳，同樣係新出名5星當中表現過等真嘅利益。一夜下東東參加電視嘅演出，而三忙證明自己被催情。想說我這個演戲的能力是還沒有被承認，大家真的會說我是幸運遇到好劇本，然後呢，也有人說是製作單位放水，所以我覺得好像我的能力都沒有被承認。那其實得完這一座之後，我想退休了，因為那時候我公公中風，小孩很小。但是想一想，我就這樣放棄不行，所以想說繼續拍，看能不能再拍出一部好戲。如果說能再一次讓我站上台上，我就退休了。Kirim kartu buat nenek. Tommy 說 saya juga. 貼戲出意外，莫愛方面乃去講嘢，莫就做教印尼文嘅先生，教台灣人來學講印尼話。個耐心一邊又一邊帶領學生嘅讀正確嘅音。看到我學生啊，當用心嘅來學印尼話，我想也係好事情啊，慢慢教，看幾點，做得讀幾多，我都教幾多，你有辦法讀到哪去，我都教到哪去。還有也印尼人來台灣也一多呀，像我就曾經，我跟我女兒的外傭，有一次她拜託我去幫她辦事情，寄錢回印尼，就因為有學到啊，就做得天書記，因為佢嘅單呢全部寫印尼文啊，只有貴語冇馬會講，我就學到也就做得天書記啊。像雷兒時許雅青莫愛芳，安尼行出家庭，喺我睇台灣社會簽到韓國大嘅舞台。團自家被催情貢獻出來嘅新出名5星，並唔係意少。唔過曬有韓國島嘅新出名，喺追求自我實現嘅路上，考下到現實法律。就算親上愛讀大學研究所嘅人，未名門唔到來業。青島對東南亞來嘅新出名，認真題目國數到嘅教育，台灣唔承認。我不將愛對國小報告討喜事。有國文嘛，數學啊。自然、英文，像小朋友早上讀的有什麼讀的，我們都有，都有活動。先做可能是國小、國中的學歷檢定。那如果檢定不通過的話，他還是必須要從我們小學念起，因為我們的檢定是由中文來檢定他的學歷程度，而不是由他的母國語文。那我覺得對他們來說，他又要從頭念一次。如果他從頭來的話，我覺得，6到10年對一個人來說，我真的覺得太殘酷了。所以我有很多的新移民的夥伴或學生，其實他們都是遇到相當的困
困难的问题，或者是请他们办事处帮他们做学历认定的转换，但是成功几率很低，最后大家就放弃了。这些就是原住民的魅力，可是它的服饰我们一般看是不是很清楚。提醒移民学习中心做多年文化讲师的王松芝，正提供来参访的学生的了解缅甸文化。伊来到台湾19年，喺缅甸读到大学专业，不过台湾唔承认，想要签條路考證照，對伊來講，如係過太嘅變班。我们缅甸跟台湾没有邦交嘛。比如说我要去认证这个学历的话，你必须拿到泰国我们缅甸的外交部，才到那个驻外单位，才到泰国的外交部驻外单位，又在台湾的外交部驻外单位，才到教育部。那这样流程走下来，我应该是做不到，而且那个时间跟金钱方面，那我就说，那这样子的话没办法啊。我觉得是姐妹们要去进修的历程，其实还蛮困难的部分。那有一些永和社区大学，它有一个专门就是有一些他们规定的课程，然后你可以去上满几个小时过之后，就是它是在考试。然后同等高中的学历，你就可以去念大学。但是这段时间它会花大概3到4年的时间，所以就是有一些姐妹很想要继续念书，她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困难。所以我会觉得是说，这些流程可不可以再简单一些些？假如这些流程简单一些些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多姐妹真的可以考上大学。就算新出面冇因为进修的過程案件先來병學，沒可能因為現實的經濟壓力來병學。我们的学费非常的贵，那一般公立高中没有设补校，私立高中才有设补校，可是私校的学费是非常贵的，那在他们的经济上非常困难，所以他们迫不得已只好把这个部分放弃了。那像这样子，我觉得非常可惜。他们是有心，而且起步早，但是因为经济能力，所以他们就放弃念书。那以至于说，他们现在拿出来的其实还是国中学历，但其实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生。我觉得台湾的学费非常非常贵，然后其实有一些当然可以去申请一些补助啦，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有一点困难。但是台湾的教育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这样子？台灣市辦的教育制度，可有些咩新出面，就算想愛在個讀書，沒冇材料。喺講家庭嘅彈性，限制冇按到，就會冇同樣。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有能力的。我相信現在台灣社會的48萬新住民啊，每一個人是一表人才。然後我發現說，如果台灣這個社會沒有去給他們機會，讓他原本會的東西發揮出來，太可惜了。因為這是加分，好多元文化，文化多元。就現在看這個社會，然後這個國家、這個政府有沒有給我們這個機會站出來？相信將來的5年、10年後啊，對台灣這個社會不得了，真的。這個是院長。雅金是外籍配偶，那么那个。談到社會改變，結婚種子對該當人來講，唔係生命最美嘅追求，對青島新住民唔是唔係安尼。漂洋過海來到台灣的伊登，除了做好人家的成就，加為愛爺嘅角色，沒有實現自己夢想的權利。從事伊登帶來嘅正面能量，同愛登勇敢向下，台灣會有幸福大嘅能量。